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1月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8篇，约书亚记第4章第1节到24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3节到2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信息 The Word of God。 参加白人教会礼拜的时候，那个诗会呢，他带领会友读完圣经经文之后，都会再宣读一句话，英文是这么说 The Word of God to us， 上帝的话语赐给我们。那会友就会回应 May God bless the reading of His word， 就是说愿上帝赐福所有读他的话的人。那在台湾教会有些教会的诗会，他们会这么说：愿上帝赐福那些听他的话又去行的人。的确，上帝的话语，上帝的信息诫命是拿来实践的，不是参考用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领受的十诫，以及众多法条诫命，到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及至扫罗王时期呢，大卫王呢，以及列王呢，甚至更多，都非常清楚上帝交代他们，若是你们遵守我的诫命，就必蒙福保守得赐福。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约书亚记来看，知道上帝的话就是命令，是以色列人必须要遵守执行的。他们渡过约旦河，就是遵守上帝的命令。由扛约柜的祭司们先踏入约旦河后，才能够看见上帝的神迹，才得以渡过约旦河。我们看到圣经的经文这样说道：全国人民都过了约旦河以后，上主对约书亚说：你要从人民中选出12个人，每支派1人，吩咐他们到约旦河中祭司站立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扎营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召集他所选出的12个人，吩咐他们：你们到约旦河里，走到上主你们上帝的约柜前头，每一个人从河底取出1块石头，扛在自己肩上，每一块石头代表一个以色列支族。你们要对这些石头做纪念碑，将来你们的子孙问起你们，这些石头是纪念什么的。你们要告诉他们，上主的约柜过约旦河时，河水停止流动。这些石头要永远使以色列人纪念在这里所发生的事。那12个人执行了约书亚的命令，他们遵照上主吩咐约书亚的话，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每一块石头代表一个以色列支族，带到营地，放在那里。约书亚也在约旦河中，在祭司抬着约柜站立的地方，另外堆了12块石头。我们看到了，当以色列人还在约旦河中的时候，上帝再度的命令以色列人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用了约旦河中12个石头，一个支族取1块，放在他们的营地，摆着
称为纪念碑，纪念上帝保守带领的恩典。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听从了上帝的命令。当以色列人将石头都预备好了之后，他就命令祭司们从约旦河起来，约旦河的水就恢复了原状，并且满满的涨到两边的岸边。经文继续这样说：抬约柜的祭司们站在约旦河中央，直到人民完成了上主吩咐约书亚要他们做的事。这是根据摩西的命令做的。人们急忙过了约旦河，他们到达了对岸后，祭司们抬着上主的约柜，走过群众前面，到前头去。吕遍、迦得2支族和玛拿西半支族装备好的战士，照着摩西的吩咐，也走在群众前头。大约有4万装备好的战士在上主前面过了河，到了耶利哥平原，准备作战。那一天，上主使以色列人民都遵从约书亚为大领袖。从那时起，约书亚跟摩西一样，终身受人民尊敬。上主吩咐约书亚，命令那些抬着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上来。约书亚照做了。祭司们一踏上河岸，河水又开始流通，跟先前一样涨过两岸。正月初10，人民过了约旦河，在耶利哥东边的吉甲扎营。约书亚把那从约旦河床取来的12块石头立在那里。他对以色列人说：将来你们的子孙问起，这些石头是纪念什么的，你们要告诉他们，以色列人曾走过没有水的约旦河河床。上主你们的上帝使横在你们前面的约旦河干固，直到你们都走过去，正像他使红海干固，让我们走过去一样。由于这件事，天下万民都会知道上主的能力强大，而你们要更永远的敬畏上主你们的上帝。遵行上帝的话语，主的信息是基督徒应当要做的事情，是无可推诿的上帝的命令。这是福音的根本。保罗写给亚细亚、希腊等初代教会，就时常提到相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主的信息。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在前书2章13节，这样对基督徒们来肯定、来赞美。他说道：我们也常常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信息，你们听见了，领受了，并不以为是人领受人的信息，而是领受那确确实实出于上帝的信息。因为上帝在你们的信的人当中工作。那是因为帖撒罗尼迦基督徒也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这些阻力是来自于犹太人。正如同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每每都受到犹太人的迫害，到处都有犹太人跟踪并制造假见证要来陷害保罗一样。保罗又继续的说：弟兄姐妹们，
你们遭遇跟犹太人地区上帝的各教会，就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信徒们所遭遇的是一样的。你们受了自己同胞的迫害，正如他们受过犹太人同胞的迫害一样。那些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们，又驱逐我们，他们冒犯了上帝，也跟全人类为敌。他们甚至要阻止我们向外邦人传讲那会使外邦人得救的信息。这样，他们不断地累积自己的罪，恶贯满盈。上帝义愤终于临到他们身上。犹太人是选民，他们清楚明白上帝的诫命，但是他们却是完全不理会上帝的信息、诫命及旨意。正如上个礼拜六在每日读经分享当中，我们引用了马太福音23章13节到14节，耶稣基督对这些假冒为善的人说的灾祸。他这样说：你们这般伪善的读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要遭殃了。你们当着人家的面把天国的门关起来，自己不进去，也不让想进去的人进去。14节有些古卷有这样记载：你们这般伪善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要遭殃了。你们占寡妇的便宜，吞没他们的家产，却在人面前表演长篇的祷告，所以你们一定要受更严厉的惩罚。也因此保罗就必须离开帖撒罗尼迦教会他在信上这样说道：弟兄姐妹们，我们跟你们暂时的分离，不过是身体的分离，我们的心并没有离开过你们。我们非常想念你们，迫切盼望再见到你们。我们很想再见到你们那里去。保罗不止一次想回去探望你们，可是撒旦阻扰了我们。你们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喜乐。在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要夸耀的冠冕，不正就是你们吗？你们的确是我们的光荣和喜乐。保罗是说明了顺服上帝信息旨意的人将会得到光荣和喜乐，同时他也肯定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因为遵行上帝的信息而成为他们的光荣和喜乐。诗篇128篇，敬畏上主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啊！遵行他命令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啊！你劳碌得来的够你食用，你必定快乐，凡事亨通。你的妻子在家中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像小橄榄树。敬畏上主的人必定这样的蒙福。愿上主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目睹耶路撒冷的繁荣，愿你活着看见你子子孙孙，愿以色列国泰民安。感谢上帝赐下恩典，使我们能够得到救恩，也受呼召领受你的话语来实践。求主帮助我们坚定相信，坚持到底，不畏惧撒旦的作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